各位家長嘅鼎力支持啊！我哋呢一本呈分試白花油咧推出咗2日，反應非常之好。不過咧都好多家長問黃老師啊，黃老師，我之前買咗呢一本中文科精讀筆記，又買咗呢一本作文精讀筆記，請問呢3本書內容有咩唔同㗎？會唔會有重複㗎？今日咧黃老師就拍條片，好快咁樣同你哋講下呢3本書嘅分別啦嚇。嗱，呢一本先，呢一本咧叫作文精讀筆記嘛，換言之咧，佢係幫你解決呢一個作文試卷上面嘅煩惱嘅。喺入面咧，你就會見到唔同文體嘅寫作手法，同埋咧會有啲學生嘅佳作喺入面嘅。後半部分咧就係一啲佳詞佳句，好似詞語庫一本詞典咁樣樣嘅嚇，唔同詞語、唔同感受嘅佳詞佳句啊、諺語啊都喺入面嘅啦。大約咧嗰個內容就係咁樣樣。然之後呢2本咧就係幫你解決嗰個中文讀卷啊，即係閱讀理解嗰份卷上面嘅精讀筆記嚟嘅。呢一本咧係我哋第一本推出嘅精讀筆記，嗰陣時出嘅時候咧，內容涵蓋係非常之多噶嗱，有6大文體，大約講咗呢啲文體係啲乜嘢啦，入面會考嘅部分會係啲乜嘢啦，跟住啦，仲有包括呢一個不公詞填充啊、詞義辨識啊、排句成段啊、段義理解，一紮會考嘅標點啊、修辭手法啊，所有嘢我都塞咗喺入面，然之後後面咧就仲有一份模擬試卷咁樣樣。講如果你想喺呈分試前最後1分鐘去複習嘅話咧，佢嘅內容係厚重嘅，然之後同埋都係幾長幾深嘅吓。呢一本咧係要花啲時間去理解同埋消化嘅，所以黃老師嗰陣時都特登拍咗唔知2條嘅教學片定3條啊，特登去講呢一本書嘅內容嘅，要嘅時間要消化嘅時間係長係多嘅。所以咧，有鑑於此，黃老師就特登出咗一本超級濃縮雞精嘅呢一本呈分試白花油，俾你哋同學仔係真係考試之前嗰1、2晚啊，時間就去溫習噶吓。內容咧就非常之雞精，非常之濃縮，同埋非常之簡潔易睇，淺白易明嘅。嗱，譬如俾你哋睇下啦啊，譬如呢一個。如果考試老師出咗遊記或者出咗一啲寫景類嘅描寫物嘅時候，佢一定會出啲咩題目啊？譬如咧，黃老師就貼啦啊，一定會出呢個感官描寫題。感官描寫題，我哋可以睇到啲咩字眼，然之後決定佢係點樣答呢啲咁嘅問題咧。咁就寫晒喺入面，仲有少少嘅解題攻略啦。嗱，類似嗰個就係咁樣樣啦，嗰個形式。嗱，譬如呢一個，如果老師有出咗人物描寫文嘅話，佢一定會出啲咩題啊？會出描寫手法題啦，係嘛？咁我哋有啲咩描寫手法要一定要記得嘅咧？要背啲乜嘢咧？關鍵字寫晒喺入面，真係一本好雞精、好濃縮。你考中文之前1晚2晚你就會睇晒嘅。小朋友咧自己一個攞住去睇咧，都會睇得明嘅，OK 嘅。同埋後面咧就仲會有啲修辭手法嘅常錯處啦。譬如咧，你哋成日撈亂嗰個排比啊、反覆啊，我哋可以用啲咩金句口號去背，然之後可以1秒分辨到呢啲咁嘅修辭手法咧，咁啊內容涵蓋咗好多喺呢度，特別係提出咗幾個你哋最常錯嘅修辭手法啦。標點符號又係嗱，我就冇好詳細，好似呢一本精讀筆記咁樣講，每一個標點符號係點樣樣用嘅，我就係淨係特登抽咗幾個你哋最常錯，譬如句號、逗號，跟住仲有個咩啊？引號，最常錯嘅幾大標點符號去講，入面都會有啲口號。金句去提醒你哋點樣可以好快咁樣分辨呢啲咁嘅標點符號常錯處啊嚇，大約嗰個分別就係咁啦。呢一本咧係雞精濃縮，適合喺考試前1、2晚去做個最後急救嘅時候用嘅。所以我點解成日叫佢做呈分試白花油，就係咁解啦嚇。呢一本咧就適合想俾打好基礎，而你又有長時間去慢慢消化嘅嗰本嘅同學仔去用嘅。所以呢一本咧最好就配合埋黃老師個教學影片去睇。如果唔係咧，你一個人睇咧就應該真係會有啲難理解同埋難明嘅嚇。大約3本嘅分別就係咁樣樣啦嚇，多謝各位支持，今日條片講到呢度，拜拜。